心所远的所在，作者林彩凤。囡仔时，咱就是世界，就是大人讲的迄款，就是画图，敢若一个标准。读书的阶段，咱就是我的定义，就是当初讲算笑的话，就是问题，敢若一个答案。出社会了后，就是未来，就是别人行过的路，就是无眠无日拍拼趁钱，才是顾家庭对社会的潮流。咱心中的疑问愈来愈沉，肩胛头的重量哪低哪沉。人生是为着表演互谁看？咱的模样，敢一定爱互人肯定？离开迄个水池，离开迄片海岸，现此时，咱犹原毋知未来会拄着什么风雨，会找着什么导师。还毋过，咱先来确定起行，才袂有遗憾。